新闻台视来看，今仔透早4点，伫国道5号雪山崩塌，一台货车故障，停伫内线车道，结果有一台轿车无注意去撞到这台货车，轿车的驾驶送医不治。货车的驾驶是讲，伊个未付抗警示牌，所以徛伫路边一直会手警告，也毋过嘛是发生意外，敢有牵涉到刑事的责任，爱个调查。警方来到现场，只看到一台白色轿车，车头全毁倒伫路中央，车内也有一名驾驶受困。这件车祸发生伫国道5号921.8公里雪山北行内，消防人员赶到现场，用破坏器材抢救掉伫车内的驾驶。根据警方调查，这个事故是因为姓吴查某人驾驶载运阿毛头的小货车，驶伫崩行内时故障临时停伫崩行内车道，和后壁的白车弄到。轿车顶的47岁姓杨驾驶，互救出来了后，送医也是宣告死亡。到达后，发现司机一名受困于自小客车内，本分队救助人员立即将人员救出。警方初步了解，姓吴查甫人无伫第一时间伫车后抗警时，不过伊讲落车敲电话联络的时，有伫车后下手示意，未付抗警时就慌乱，敢是涉及过失致死等刑责，由原等待警方调查。后方自小客车驾驶送医宣告不治，详细肇事原因由本大队调查中。根据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，车辆过障的时，爱随伫车后放警示标志，避免后续对撞。行车时速伫40公里以下的路段，是踩伫车后5公尺到30公尺；时速40公里以上，是踩伫车后30公尺到100公尺。警方呼吁用路人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